謝賢，這位縱橫香港影壇半個多世紀的四哥，他的靈堂本就承載着幾代人的江湖記憶，如八卦唏噓，而王菲的意外現身，更像是一顆投入死水的深水炸彈，瞬間炸碎了所有偽裝的平靜與體面。未人想得到，在謝霆鋒與張柏芝離婚多年，風飛復合也早已是陳年舊聞的當下，王菲卻以這樣決絕而孤勇的姿態出現在謝賢的靈堂之上。她穿着一身素淨到極致的黑色旗袍，沒有多餘的配飾，臉上甚至連墨鏡都未戴，就那麼坦然地，像一支出水的黑蓮，穿過層層疊疊的記者與圍觀人群，徑直走向那扇通往告別與哀慟的大門。鎂光燈幾乎要把夜幕點燃，可他的眼神卻空茫得仿佛在看另一個世界。直到一個少年的暴怒喝聲劃破天際，讓所有喧囂都凝滯成了冰。Lucas， 謝霆鋒與張柏芝的長子，那個曾經在鏡頭前總是帶着羞澀笑意的少年，此刻卻像一頭被逼入絕境的幼獸，雙眼通紅地擋在了靈堂納室的入口。他的胸膛劇烈起伏着，黑色西裝下的少年身板單薄卻掹得不直，手指幾乎要戳到王菲的鼻尖，那聲嘶力竭的自問帶着變聲期特有的沙啞與尖銳，像碎玻璃一樣砸進每個人的耳膜。你四處找秘方求懷孕，別裝了，你就是等爺爺煙氣廠那一份。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手機裡的聊天記錄，你以那些古怪中醫的照片，我全都看見了。他的聲音在空曠而肅穆的靈堂裡回蕩，撞在擺滿輓聯的白牆上，又彈回來，砸得在場所有人耳鳴目眩。謝霆鋒從納室衝出來時臉色慘白，他試圖拉住兒子的手臂，卻被 Lucas 狠狠甩開。少年踉蹌着退後兩步，眼淚終於血堤，順着尚未完全褪去稚氣的臉頰滾落，砸在光可鑑人的大理石地板上，濺起無聲的碎裂。王菲站在原地，像被突然抽走了所有力氣，她的指尖微微顫抖，嘴唇一動了幾下，卻終究沒能發出任何聲音。那雙一向清冷疏離的眼睛裡，第一次浮現出一種近乎破碎的茫然。而靈堂深處，謝賢的巨幅遺照上，那位戴着標誌性墨鏡的老人依舊笑得恣意洗脫，仿佛在冷眼旁觀這場由他身後事引發的關於人性、慾望與親情的荒誕鬧劇。這場風暴的源頭，其實遠比 Lucas 口中那句單薄的指控要複雜得多。謝賢的一生本就是一部活色生香的香港娛樂野史，從粵語片時代的瀟灑小生，到後來風流倜儻的四哥，他的感情線比任何編劇筆下的劇本都要跌宕起伏。兩段婚姻，數個紅顏知己，一雙偽女謝霆鋒與謝婷婷，都是媒體追逐的焦點。而他晚年與小他49歲的女友 Coco 那段忘年戀，更是讓外界對他的身體狀況與遺囑分配猜測紛紛。謝賢從不掩飾自己對生命的熱愛、對財富的掌控，以及對家族血脈的某種執念。據說他在最後一次住院前，曾私下對老友感嘆，說自己這輩子怎麼都玩過，怎麼都擁有過，唯獨遺憾沒能親眼見到謝家第三代再多添幾個男丁，讓謝家的香火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燒得更旺一些。這話傳出去，自然變了味道。有人取測他遺囑裡必然有為未出世孫輩預留的巨額份額，這就像一個巨大的油膩，扔在了謝家看似平靜實則暗流衝動的湖面之下。王菲與謝霆鋒復合這些年，外界看到的永遠是兩人牽手漫步東京街頭，或是被拍到在某個小餐館裡共享一碗麵的恬淡畫面。他們的愛情被包裝成了世紀復合的童話，剝離了婚姻的束縛，超越了世俗的流言，仿佛真的活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眷侶。可童話的背面，往往刻着最現實的紋路。王菲已經年過50，身為兩個女人的母親，她早已過了為愛痴狂的年紀。若說她突然對生育燃起瘋狂執念，為了謝家所謂的那一份而四處尋訪偏方，甚至不惜在謝賢病危期間鬧出這等動靜，這故事乍聽起來，確實像港媒最擅長炮製的狗血連續劇。然而 Lucas 那番話的分量，在於他撕開了一個口子，讓人們看到了這個重組家庭裡那些從未被妥善安放的情緒與裂痕。
Lucas 自幼便經歷了父母離異的風波，父親謝霆鋒與王菲復合時，他算是個懵懂孩童，但隨着年歲漸長，那些被鏡頭放大的親密畫面，那些關於父親如何冷落母親像柏芝的舊聞，都成了他心底的刺。更何況謝賢對長孫 Lucas 的寵愛是圈內皆知的，老爺子每每提起這個信子，總是眉開眼笑，各種昂貴禮物從不手軟。Lucas 的憤怒表面上指向王菲的貪婪，可那字字句句裡透着的，何嘗不是一個少年對自身地位可能被稀釋的恐懼，對父親所愛非人的怨罪，以及對爺爺遺產分配最原始的本能警覺。靈堂內的混亂持續了近20分鐘，最終還是謝霆鋒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讓保安將情緒徹底失控的 Lucas 帶去了休息室。少年被架走時，腳上的皮鞋在光潔地面拖出刺耳的摩擦聲，他回頭那一眼，裡面盛滿了不甘、羞恥與恨意，狠狠釘在王菲身上，又狠狠剜過謝霆鋒的臉。那一刻，靈堂安靜得能聽見水晶吊燈上細碎掛飾因冷氣而輕微碰撞的叮當聲。謝霆霆從角落裡走出來，他戴着寬大的黑紗禮帽，遮住了半邊臉，看不清表情，只是默默走過去，握住了王菲冰涼的手。這一握又引嚟了無數無聲的解鬥。謝霆霆與王菲向來交集不多，此刻的援手是對素子的擁護，算是對侄子過激行為的安撫，抑或是他也深知某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家族隱情？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王菲的反應。他終於抬起頭，目光越過重重人影，落在了謝怡那像笑得像樣的遺照上，然後緩緩地用他獨有的帶着一點空靈和疏離的嗓音開了口，那聲音不大，卻像一道清冽的泉，瞬間澆熄了周圍的竊竊私語。我今天是來送四哥的，他生前愛熱鬧，也愛體面。他沒有為自己辯解關於秘方和懷孕的指控，只是微微側過身，從隨身的黑色手袋裡取出一隻小巧的錦盒，打開來，裡面是一枚成色極好的翡翠攀子，柔潤通透，綠得仿佛能滴出水泥。這是四哥早年在拍玉繪上立過的物件，我念轉找了很久，本想等他身體好些作為壽禮，如今只能放在這裡陪他了。他將錦盒輕輕擱在位像前的公桌上，那動作輕柔得仿佛怕驚醒了沉睡的老人。這枚攀子的出現，讓局勢再次變得微妙起來。在場有幾位與謝賢交好的老輩影人認出了那攀子的來歷，確實是謝賢曾在某個私人敘繪上提及過的遺憾之物。當時他走至半陷，船少言若是誰能替他尋來，他願用名下半棟淺水灣別墅來換。王菲此舉無疑是在用最昂貴也最磨然的方式宣告他對謝賢的尊重與情誼絕非建立在銅臭算計之上。可 Lucas 的指控並未因此消散，反而因這攀子引出了更多的疑問。王菲為何要算在靈堂之上拿出這份禮物？若真是單準敬重長輩，大可私下交給謝霆鋒處理。有娛記事後分析，這更像是王菲對 Lucas 那番言論的間接回應。他可以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謝家財產的毫無興趣，但前提是他必須先出現在這個靈堂，讓所有人看到他與謝賢之間那份超越翁媳的特殊情誼。畢竟謝賢生前對王菲這個準人式的態度始終曖昧，他讚過他的歌，也曾在酒後吐槽過他太仙，不適合做謝家媳婦，但轉身又在牌局上對老友誇他聰明，比霆鋒那些燕燕強百倍。老人家的心本就如同海底鉗，再加上巨額財富的攪動，愈發顯得深不可測。就在靈堂內的氣氛稍微緩和之際，第二波風暴接踵而至。像柏芝的車序竟然在此時抵達了殯儀館後門。他穿着素雅的白色套裝，帶着兩個兒子 Quintus 和 Marcus，面色沉靜如水，仿佛完全不知曉剛才發生的那場叔侄對視。媒體瞬間瘋狂，所有的長槍短炮齊刷刷轉向。像柏芝與謝家的關係本就因兩個兒子而永遠割捨不斷，他算在此時高調現身，是對前公公的真誠悼念，算是攜子來為 Lucas 助陣，進一步將王菲的軍。只見像柏芝在保鏢的護送下緩步走入靈堂，
他先是恭恭敬敬地向謝賢的遺照三鞠躬，然後轉身直面王菲。兩個女人曾經因為同一個男人而被反覆比較對立，此刻在亡者的注視下再次相遇，空氣幾乎要凝固成實體。像柏芝沒有像中人遇上的那樣冷嘲熱諷，更沒有與王菲發生任何直接衝突，他只是輕輕拍了拍王菲的肩膀，附耳說了句雜麼。有唇語專家事後試圖解構，卻只捕捉到幾個模糊的片段，像是孩子不懂事別記覺之類的字眼。這一幕的戲劇性在於，像柏芝的大度反而讓王菲的處境顯得更加孤立模糊。一個貪婪的繼母，一個印忍的前妻，再加上一個暴怒的長子，媒體的標題幾乎在一瞬間就已好了。靈堂爭產戰，像柏芝葵子逼宮，王菲四面楚歌。可是實真的如此簡單嗎？據謝家的一位遠房親戚後來向相熟的記者透露，謝賢的遺囑在3個月前曾有過一次秘密修改，具體內容無人知曉，但律師行的人曾隱約提到，修改條款與新增直系血脈有關。這無疑為 Lucas 的指控提供了一絲看似合理的現實依據。王菲是否真的在求子？她身邊的密友曾含蓄地告訴記者，王菲近年確實有調理身體，但那是因為長期巡演和錄音導致的舊疾復發，與懷孕毫無關係。至於所謂秘方，更有可能是她為緩解謝賢晚年的病痛而四處尋訪的滋補良方。然而這些解釋在巨大的輿論漩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人們更願意相信自己想看到的劇本，一個天后為了豪門財產而放下身段，委曲求全。而 Lucas 這個被推到風口浪尖的少年，他所說的手機聊天記錄和古怪中醫照片，到底是他偷窺所得的真憑實據，算是他在某種緊張關係下添油加醋的想象？謝霆鋒在整個過程中始終呈現出一種近乎頹喪的沉默。他站在靈堂一角，西裝領帶已被自己扯松，手裏捏着一支未點燃的香煙，眼神空洞地望向父親的遺照。他身為謝家長子，又是風飛復合的男主角，此刻夾在愛人與危子之間，任何一句偏向都可能引爆更大的災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父親的財產有多龐大，也明白那些不動產、基金、版權收入對任何一個家族成雲意味着雜麼。但他更清楚的是，王菲絕不是那種會為了金錢而如此作踐自己尊嚴的女人。可他的沉默，在旁人看來，卻成了默認或魔力掌控局面的佐證。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靈堂裡人來人往，前來弔唁的圈內人絡繹不絕，譚詠麟、陳志偉、成龍等老一輩巨星紛紛獻上花圈，他們看向王菲和謝霆鋒的眼神裡，都帶着幾分過嚟人的洞察與無奈。有人在角落低聲議論，說謝賢生前最後那段日子，其實神志已經不太清楚，時常將身邊人認錯，但他每次見到王菲去看他，都會異常清醒地拉着他的手，反覆說一些關於根和延續的話。老人家對血脈的執念，或苦正是所有後續事件的根源。王菲若真的因此動了心思，想要滿足老人家最後的願望，從而在遺囑的天平上加重砝碼，那他的行為雖然功利，卻也不乏一絲對垂死老人的靈敏與順從。可問題是，Lucas 的激烈反應又將這層朦朧的溫情徹底撕碎了。少年世界的非黑即白，讓他無法理解成人世界裡的灰色地帶，他只能憑借自己所演的那幾個碎片，拼湊出一個惡毒繼母闖遺產的完整故事，並且在這個本該肅穆哀傷的場合，毫無顧忌地將它引爆。夜幕降臨時，靈堂終於逐漸安靜下來。王菲在謝婷婷的陪同下先行離開，她沒有走正門躲避記者，而是從側門穿過停放靈車的後院，高跟鞋踩在被雨水打濕的青苔石板上，踉蹌了一下，卻始終沒有回頭。謝霆鋒後來追了出來，在路燈下拉住她的手腕，兩人暫定，隔着半米的距離，影子被拉得很長很長。沒有人聽到他們說了雜麼，只看到王菲微微搖了搖頭，然後抬手輕輕理了理謝霆鋒被夜風吹亂的衣領，那動作溫柔得讓人心酸。
而 Lucas 在休息室裏被母親像柏茲抱在懷裡，少年的肩膀懸在抑制不住地抖動，他的拳頭攢得死緊，指甲幾乎嵌進掌心肉裡。像柏茲輕聲哼着不知名的粵語童謠，那旋律散在空蕩蕩的走廊裡，像一聲悠長而無奈的嘆息。謝賢若天上有靈，看着他最痛愛的長孫與他欣賞的準人式以如此慘烈的方式對視，而他最引以為傲的兒子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不知那副標誌性的墨鏡後面，究竟是該露出他一貫玩世不恭的笑容，全是躺下兩行只有他自己才懂得其中滋味的族類。這場鬧劇終究會隨着謝賢的入土為安而漸漸淡出媒體的頭版頭條，但留在當事人心裏的裂痕，怕是再也難以彌合。王菲是否真的找了秘方求子？她是否覬覦謝賢的遺產？ Lucas 的指控有幾分為真幾分為盜？這些細節在日後的無數次八卦咀嚼中可能會衍生出無數個版本。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在財富與親情交織的羅網裡，每一個看似荒誕的行為背後，都藏着複雜而真實的人性掙扎。王菲用一枚攀子為自己贏得了體面，卻無法抹去 Lucas 那聲自問帶來的餘震。Lucas 用一場爆發宣洩了積壓多年的不安，卻也親手將自己的家庭矛盾赤裸裸地攤開在全港市民面前。而謝霆鋒，他失去了父親，也可能因此失去兒子對他的某種信任，更可能在他與王菲本就建立在縹緲理解之上的感情裡，涉入了一道看不見的裂紋。殯儀館外，暴雨終於在午夜來臨，沖刷着地面上的腳印與車切，仿佛試圖將這一整天的喧囂都滌蕩乾淨。可有些東西，就像那枚被雨水浸透的翡翠攀子，只會越洗越亮，越亮越刺眼，永遠橫梗在那裡，提醒着每一個人，關於慾望，關於愛，關於那些我們以為藏得很好卻終究無所遁形的秘密。